这届风台屏东4个渔港的损失要2000万，渔业的损失是真歹算哦。屏东县政府嘛提醒渔民业者，得要赶紧来统计损失，通报给公所。3道2风台过了，屏东东港邦寮顶沿海乡镇的水产业者损失是真严重，海水广线规互大水冲海去，连大庄村的旧海花嘛互大水冲破一个30公尺的缺口，后壁修理工程是真久长。着民众烦恼风台过后，水产是不是会起价？涨多就买少一点吧。你如果有看到鱼货，他可能会先买。会先买起来，喜欢的可能先买起来吧。鱼类奖励还好有青鱼，这薄盐青鱼烤一烤就能吃。因为这届风台屏东农期损是真严重，屏东县农业处表示，风台假才拄结束，政府机关才拄上班，一定陆续接到真侪财损通报。屏东县拢总有21个渔港，目前敢若统计到4个渔港就损失要2000万。那目前的迄个损失的金额报出来是2000万左右，那陆陆续续应该阁会发生个即个咱的延迟性的灾损的情况啦。啊，咱嘛希望咱的渔民紧去咱的公所甲伊的受损的情况报出来。屏东勇士渔业即届损失真严重，渔会产销人员表示，通常风台过后，渔获量加减会受影响，价销嘛会有波动，所以台北渔产公司嘛甲屏东南仔边渔会合作，提供午仔鱼、沙米丝活动，将风台进前的库存落价卖予民众，嘛透过民众的交关对屏东勇士业者表达支持。记者陈阿双、柯敏哲特别报道。